佐藤又吉貓啊！大隻好多喎！我哋今日咧會去木更津熱 key 亭燒海鮮，跟住誤打誤撞去咗大黑休息站睇靚車，然後呢，今晚就入住蝶府路英格蘭酒店。好 ，Let's go！ 今朝一早離開千葉中央大和老內酒店，出發去食燒海鮮。為咗令我哋辛苦嘅車神可以有多啲休息嘅時間，所以中途呢，我哋就喺市園休息站休息一下啦。又要講下 DJI Osmo 360嘅體驗啦，好似呢段咁，喺剪片嗰陣可以先剪一段向前嘅影片，然後呢，再加插向後拍攝嘅影片，令到觀眾可以睇到唔同角度嘅畫面，令影片內容豐富啲。喺天花板上嘅大葵扇好有熱帶地方嘅特色喎。喺呢個商場嘅左邊啊，係一個 food court。呢度超多嘢賣，乜都有，連我細個嗰陣好紅嘅佐藤又吉貓嘅貼紙都有。佐藤又吉貓啊！咁遠嚟到，你唔係唔買啊嘛？仲有好精緻嘅單車，佢嘅單車鏈仲要真係有連動，所以我都入咗一架。而呢間呢，就賣緊立體嘅膠布，買嚟當手信送俾朋友都幾唔錯啊！大約行咗大半個鐘，手信又買完，又係時候出發去燒海鮮場啦。到咗燒海鮮嘅地方，熱 key 亭啦。雖然今日係星期六，但未見人龍，只要等一陣就有職員安排啦。呢度規矩呢，係喺入座前先揀咗食材，俾完錢先至可以入去。揀海鮮梗係首領大人同埋一眾女士們熟手啦，我就只係負責拍片啫。好啦，揀完甲螺燒，即係蟹蓋，就到另一邊啦。佢哋揀咗啲大蜆同埋幾隻蠔。到揀鮑魚嗰陣，正當大家為鮑魚嘅產地同 size 煩惱嘅時候，首領大人就決定每樣拎一隻上嚟比對下。第一隻係日本，第二隻係韓國，一拼埋。哇！大隻好多喎！咁唔使揀啦，一於一人一隻啦，跟住攞去俾靚女計數。淨係燒幾件海鮮，當然未夠飽啦。於是啊，
我哋就叫咗一客魚生船一齊食，而我就中意食壽司套餐。首領大人就叫咗魚生飯，完全係佢嘅人設啊！食飽飽，我哋就喺個岸邊影下相，超下啦。之後呢，我哋就起程去蝶阜，經過東京灣嘅跨海大橋，附近有一個 PA 大黑停車區，聽講嗰度出名多靚車，我同埋車神都係車迷，當然要去朝聖下啦。哇，唔講得笑啊，真係咩款都有啊！大部分嘅車主呢，都係會俾你影佢嘅車嘅，所以我哋都影咗唔少嘅。唔講咁多，俾大家欣賞下啦。呢啲只係一小部分，啲車進進出出，係不斷有新車入嚟。如果你唔走，係影到天黑都未影完啊！辛苦晒車神，揸咗差唔多2個鐘車，終於呢都到咗今晚入住嘅酒店蝶阜露英格蘭酒店啦。哇！大堂好寬敞，好豪華。呢個 corner 係有免費 welcome drink 嘅咖啡啦。而呢邊就係大浴場。另外呢邊仲有一間餐廳，咁方便。一於今晚呢，就喺呢度食晚餐啦。簡單咁講下間房，門口有玄關，房因為鋪咗榻榻米，所以入房要先除鞋。有2張床放喺榻榻米上，仲有床頭櫃仔、梳化仔、茶几仔同埋首領大人。跟住到另一邊有水煲水杯、雪櫃、電視、浴衣同埋掛衫嘅位。浴室太普通呢，我就唔介紹啦。跟住呢，我要講下有關 DJI Osmo 360呢個外形嘅缺點。其實大家都知咩係360相機，所以唔係廣告咁講咩好低調，咩冇咩人知啊，咩對方冇壓力啊之類，根本大家都知佢嘅存在，同埋係拍緊嘢。如果唔係，又點會走過嚟話唔准影呢？所以唔好信廣告，要自己親身去試清楚，至好入手啊！聽日我哋會去蝶阜神社求下水籤。好有型嘅小巴魯車仔喎！然之後喪睇紅葉，睇下邊度咁有仙氣，仙氣，同埋首領大人買咩買得咁開心呢？要354 yen咋20蚊。下一集繼續由蝶阜玩到樂川越。